呢個係一個關於我媽咪同雞蛋嘅故事。如果你選擇去 skip，我唔敢話你會失去啲咩，但如果你唔 skip，我肯定你得到嘅一定會更多。卵巢係女性嘅生殖器官，位置咧就喺子宮嘅兩邊，佢哋嘅體積好細，大約咧好似水餃咁大。卵巢係負責製造卵子同埋分泌女性嘅荷爾蒙。如果卵巢細胞出現異常變化，就可能會患上卵巢癌。卵巢癌有咩成因呢？確實嘅成因係未清楚嘅。不過女性嘅排卵過程係會令到卵巢嘅組織有輕微破裂。如果過程中細胞出現變異嘅話，就有機會演變成卵巢癌。近年亦有醫學研究指出，卵巢癌同輸卵管病變有好大嘅關係，而少部分嘅卵巢癌就同家族遺傳基因有關。卵巢癌有唔同嘅種類，其中90%嘅卵巢癌係屬於上皮性卵巢癌，其他比較罕見嘅種類有間質細胞腫瘤以及生殖細胞腫瘤。根據2014年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嘅數據，卵巢癌係香港女性嘅第6常見癌症，亦係7大女性致命癌症。無論發病率同埋致命率都比子宮頸癌仲要高。單喺2014年，香港已經有576宗新症，並有179人死於卵巢癌。香港女性喺45歲開始已踏入卵巢癌發病嘅高危年齡，所以就算你以前比較少聽到卵巢癌，千祈唔好掉以輕心。我哋就由而家開始認識卵巢癌，如果有唔舒服嘅話，就盡快去睇醫生啦。